主子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醋粉牛肝菌配海鲜汤，滋香炭烤牦牛肉，酸辣蟹子流沙糕，苹果酱煮鹌鹑蛋。土拨上好的牦牛象颈肉，配上齐鲁之地的苹果研磨成汁撒上，小火炙烤1炷香的时间，软而不烂，嫩而有劲，香。哼，切，我们家主子的菜岂是你能觊觎的？哎，主子，还有您最爱吃的黑松露爆汁疗身。黑松露爆汁疗身。多吃一点。丑女人，我好心把你带来，你偷我菜。丑，你还一直盯着我看。我没有。蛇鼠一窝。吵什么吵啊！东西送完赶紧走。听说大春一向很孝顺，不会太久不回去看他娘，叫人守着他家。只要大春找他，一切都清楚了。好。仙儿那边可有波斯商人的消息？请主子放心，杜小姐已经在找其他私商帮忙了。对了，通关雾气一定要放好了。是。兄弟们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快走吧。把这些菜都吃完，您注意休息啊。哎呀，这是谁家的海参呐？滑溜溜、香喷喷的。1颗是偶然，2颗幸运到，3颗缘分来。希望大春没事，希望龙主帮弟兄好好的。这么多，那是要倒大霉了。